Hello，大家好，而家我哋坐緊南港島綫無人列車去緊海洋公園，去到海洋公園站 B 出口就到達海洋公園啦。前面呢度有條鱷魚，我哋過去睇下。考下大家眼力，睇唔睇到鱷魚喺邊度？原來佢就喺大樹旁邊曬太陽。我哋首先就係去水族館參觀。呢個圓形嘅水柱入邊就係牛奶魚。牛奶魚佢哋喺度爭住搶食物。之後我哋就坐海洋列車上去山頂，大家記得要企喺黃線外邊等車，大約5分鐘，海洋列車就會到達山頂。跟住我哋就去企鵝餐廳食午餐。最殺食嘅位置已經俾人坐晒，如果持有年飛，最多可以享有75折優惠。我哋嗌咗一個兒童餐，一個炸魚薯條，一個西班牙火腿薄餅，一個熊貓小食拼盤，最後係一個海鮮薄餅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就去旁邊參觀企鵝。入去參觀企鵝，記得着多件風褸。之後我哋就去參觀海豹館。你睇下海豹游水幾寫意，呢一邊就有海象游水。之後我哋就去坐觀景塔，欣賞海洋公園風景。
跟住我哋就去參觀鯊魚館。鯊魚館入邊有唔同種類嘅鯊魚，睇完鯊魚館之後，我哋就坐纜車落返去山腳。一架纜車最多可以坐6個乘客。今日唔算好多人，好快就到我哋上纜車啦。坐纜車一邊欣賞風景，一邊吹下海風，真係好寫意。纜車到埗之後，就可以買啲香港小食。例如奶茶、雞蛋仔等等，大家都玩到攰啦，準備離開。我哋今日只係睇咗部分嘅海洋公園展覽，所有嘅機動遊戲都冇玩過。如果要玩齊所有遊戲同埋要睇晒所有嘅動物，我諗最少要2日時間先可以。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再見。